Hello Now News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孝安，我是张耀仁。对，每次他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是真的是卯足全力，能给都尽量给。不过白老师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而且很有爱。那白老师都会，他就蛮可爱，就是说他都会叫我们演一次给他看，演完之后他觉得好，他就说哎很棒很棒。如果他觉得不好，他也不会说不好，他就说你再琢磨一下吧，超可爱。因为我们就会去他家。老师家，然后老师会亲自的给我们指导，这样解释角色的心境给我们听。他如果觉得可能不太到位的地方，他都会用很温暖的口吻，就是莎拉，你这个笼子应该是要怎么样啊？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蛮香的吧。就除了小说看完之后，电视剧也看了。那我所做的功课其实是我要区别，我要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才是不一样的诠释，不一样的表演方式。我不想要去模仿，所以我会去刻意找一个自己的方式去演。所以我比较着重是在孤独这件事情，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他这个人的言行举止让你觉得他哪里孤独。所以我从接到镊子之后，我常常会一个人去郊游。因为我现在去不了纽约，我这常常，我甚至是我还有一个人半夜去白沙湾看海，然后喝啤酒，然后我那个大卖场卖那种火把，我就插在沙滩上，就我自以为在演偶像剧，真的，我发誓我真的这样做了，虽然有点怕恐怖，因为好黑哦，没有人吧？完全没人，是半夜大概2、3点，然后我就做到天亮，我真的是硬做到天亮，然后把自己灌醉一点。不然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在那，因为我真的需要那个孤独感，才知道龙子他这10年来遭遇是什么。我只能用这么浅的孤独去体会他所受到的一些痛苦。然后我做功课，我很喜欢用的一个方式是，我先去观察这个角色，他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一般人的一些精神上面的问题。像龙子他就很严重的强迫症，强迫爱情，然后他什么都想抓住，只要是他想要的，所以我就会上网去查一些有强迫症的人，他这个东西到底是病呢，还是他只是一个习惯？然后我就开始强迫自己在生活上面去强迫他人，来达到我的期望。当年因为那个时候做田调的时候，也有很多前辈就是不约而同都会跟我说，镊子其实是一本影响他们很深的小说，因为在当年那个氛围还没有开放的年代里面，镊子的出现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够被理解或是有共鸣。对，所以今天就是说镊子在重演，虽然说我们的社会氛围已经没有像当年那么紧绷了，可是它还是一样能够带给大家温暖、带给大家力量的一个作品。我记得白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好像还是戒严时期。那戒严时期，不管对同志还是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说，都是一个很压抑的年代。所以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同婚合法之后，我们再来演这个镊子，我觉得是应该去让更年轻的，不管是同志族群还是一般人，去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然后来感谢我们现在活在台湾有多么开放、多么自由的感觉。因为你会看到那个时候，不管是同志被打压，你甚至可以看到我们戏里面也有警察是怎么对待他们觉得做错事的人，那个跟现在的警察讲人权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只演给同志看，也有很多就是可能一般的人也会想来看这个东西，他们去感受一下那个年代，再回想现在生在这个时代的气氛有多好，然后人民有多自由。在爸爸生那场重病之前，我们两个其实没什么交流。我是单亲，所以那时候我跟妈妈住，我就比较少跟爸爸联络。突然有一天，他就真的是被一只蚊子叮到，然后就得了日本脑炎，然后是整个人昏迷哦，就完全不省人事，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甚至是他刚昏迷醒来的时候，他会认不得我们是谁，因为他脑子已经受损。然后那一阵子是我照顾他比较多，所以他那时候才40几吧，其实还蛮年轻的。然后他瞬间变成瘦的跟皮包骨一样，然后
也行动不便，他要用尿壶啊什么的。在那当下，真的人在没有遇到重大事情之前，你不会知道有些事情可以这么轻易的放下。一些恨啊，因为我们家单亲是因为他的关系，就以前的一些家庭的事情。那小朋友总会去恨一方嘛，就都是爸爸的错还是怎么样，心里面会有个怨恨在。一看到他病成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哎，算了，想这些都没有。他哪一天真的走了怎么办？你再恨这些也没用，还不如好好相处吧。只要他现在健康回来，然后如果他以后能好好对待我们其他人的话，那我干嘛要去记得这些仇恨？我们镊子2020版即将在高雄卫武营3月21到22号，还有3月28、29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以及5月15号到17号在台北的国家戏剧院。然后请各位多多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两厅院售票系统订票。谢谢大家，谢谢。